誰能想到韓國新總理竟然是互聯網大廠 CEO 出身，別人升職是部門經理、公司總裁，他直接從科技圈一步跨進韓國政壇，先當中小風險企業部長，1年功夫又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理。他叫韓勝淑，1967年出生，大學學的是英文，畢業後先做業記者，後來轉行互聯網，這一轉不得了，他一路幹到韓國最大互聯網平台 CEO，還成為這家公司的首位女性掌門人。在 AI 電商數字化轉型這些賽道，他都是韓國最早的一批操盤手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韓國總統李在明為什麼偏偏選他？答案就2個字嘥。韓國現在把人工智能視為未來經濟增長的王牌，而韓勝珠最大的標籤就是懂 AI、懂互聯網、懂企業管理。韓國媒體認為，這次任命釋放了一個明確信號，未來韓國政府的重心將放在經濟和民生，希望用企業管理思維給韓國經濟來一次大升級。更戲劇性的是，國會表決當天，反對黨直接玩起了集體缺席，拒絕投票，但最終韓勝淑還是憑借166票贊成順利過關。以前他在互聯網公司帶團隊收產品 BUP， 現在他要給整個韓國經濟收 BUP， 從大廠 CEO 到一國總理，這到底是韓國找到了一位最強產品經理，還是一次大膽的政治實驗？答案或許很快就會見分曉。